今日情慾嘅罪越嚟越猖狂，越嚟越墮落嘅原因，其中一個最大嘅責任就係社會對佢嘅容讓同埋無視，高舉緊一種個人主義同埋自由而過於一切，是否好可悲呢？弟兄姊妹，弟兄姊妹，今日我哋話要做好自己，無論你喺生活裏面各種嘅事情，你都做得好平順，服侍你嘅家庭、工作、侍奉，你都做得滿分嘅時候，但係如果我哋一不小心犯下情慾嘅罪嘅時候，我哋將會將自己多年辛苦經營建立嘅事情全部摧毀。喺我哋生活裏邊，我哋遇到好多壓力；喺婚姻裏邊，我哋遇到好多張力；喺前途嘅上面，我哋遇到好多嘅無力。當嗰一刻你去揾一個嘅快慰嘅時候，蜂蜜嘅甜就將你吸引過去。此外，情慾唔單止有佢好甜蜜嘅外表吓，仲有嗰句說話，佢話佢嘅口比油更滑，意思就係話佢善用於一啲嘅誘惑人嘅說話去模糊化你嘅道德界線，讓你降低呢個危機嘅意識。聖經形容情慾嘅罪係佢揾唔到生命平坦嘅路，或者係講緊佢不理會生命之道。意思即係話喺罪裏邊嘅人係執意啊，好似執意盲咗聽唔到嘢一樣，要一路走向死地一樣，好似俾人綁住隻手腳一樣，拖入去呢一個嘅死亡嘅裏邊。你可能或者會問，大家都可能會問嘅呢個問題係咪？人有理智噶嘛，係咪先？即係發生緊呢啲事情嘅時候，唔會去到呢個地步啩？弟兄姊妹，如果人真係有理智啊，真係咁清醒的話，許志安就唔會話我係一個壞了的人啊。情慾嘅罪係等於玩火，玩火係等於引火自焚。弟兄姊妹，呢一個係一個極其危險嘅事情，所以咧，我喺呢度我都係再三嘅同大家講，要臨埋立馬。